欢迎收听文言良语。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换做我伫甲仰望神，将我的代志交代神，就是做代志大到袂当测度着的，行其事算袂了的。换做我伫甲仰望神，将我的代志交代神，就是做代志大到袂当测度着的，行其事算袂了的。约笔记第5章第8节到第9节。真神供应咱的是无亏欠的，伊予咱的恩典总是一项又好过一项。拍开每一面就到伊恩典的门，你就会发现内头又有门通往第2个恩典。亲爱朋友啊，真神美善的恩典是无限的，你毋免担心亏欠。真神伫创造地球的时阵，就已经甲伊的恩典备办好啊。人还未被造以前，伊已经为人备办了真水好大的所在。伊伫大山、小山、平原、水、空气、土壤，甲一切大自然的宝藏内面，已经备办好啊。伫伊属灵的方面的供应是更较丰盛的。对神伫创造世界以前，就为咱人类备办好啊。伫伊甲人类所定的爱约中间，伊已经为咱备办了丰盛的救恩。这个救赎的恩典是伫世界还未创造以前，就已经备办好啊。当咱接受了倚靠主耶稣的救赎，仰望着真实的应许，享受伊的祝福，伫仰望荣耀的迄一天，现在咱当常常纪念救赎主耶稣基督为咱所付出的代价。换做我伫甲仰望神，将我的代志交代神，就是做代志大到袂当测度着的，行其事算袂了的。约笔记第5章第8节到第9节。以上文言良语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下讲，感谢收听。